每当临近午夜，人类就会回归本我。无论夜行者、狂欢者，还是流浪者，要么臣服于自己的欲望，要么麻木地守着自己的困境。可总有那么一些混沌的灵魂，需要被拯救。我要做的，就是给这些人一个选择。传说在夜里，只要盯着猫的眼睛，超过3年，它就会看见你想要的一切。而我会将那个能改变命运的快递送到你的面前。这个就是。Shut up。靠，什么玩意儿啊！ Inside 没有 inside，idea 没有 idea，my BRO， 用点心 ，OK？ 重做。哎，帮我倒杯咖啡 ，Thank you。 哎呦，我在工作呢，我真的在工作呢。咖啡。我挂了啊，挂了。真把我当律师。我要是能分身就好了。
something new to say. 什么玩意儿？要idea没idea？要inside没inside？那 BRO 用点心 OK？ 重做。帮我倒杯咖啡 ，Thank you。在过度劳累之后，精神不振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为您特别推荐分身剪刀，把透支的身体捡起来，人生从此开挂。夜猫快递，有求必应，如您所愿，命由己定。